民党甲民众党提出国会改革法案，也毋过民进党是认为这是国会扩权的法案，修法过程嘛违反天书正义，跳过法案一条一条的讨论，那八伫议会里头利用野手来表决通过咯。调也各自有无共款的立场，冲推是不断。到底国会改革法案若是三读通过了后，会有啥影响呢？咱请嘉顺来为咱说分明。是主播，咱今仔日来解判新闻，特别带大家来看国会改革法案的争议。今仔日伫咧立法院呢，三党团是继续来咧相答。咱就先来看表示国会做一项，就是讲，互人叫去立法院回答的时阵，袂当反质询，袂当唔回答，也是无照实来回答。除了是因为国防，也是外交这个机密以外，经过主席同意的，若无就算是表示国会的行为，会当罚到2万至20万的罚金。因若是政府官员受质询的时阵，无照实来回答，也着爱互人追究刑责哦。外界就来烦恼讲，是毋是互人叫去受质询，回答了无好势，就爱互人按罪名安尼争议。毋过，这项表示国会做伫咧今仔早起10点外是已经互人二读表决通过啊。伫咱国内除了有发现违宪即寡争议以外，若无三读着敢若会略略啊修改文字，二读着会当算是定案啊。过来下骹，咱来看到立法院的调查听证权这项，也就是互立委会当要求政府机关、部队、法人、团体，也是有关系的人，会当来提供资料去作证。民间的人士若是拒绝的，会当罚到1万至10万块；唔照实回答的，相当会当罚到20万。因若政府官员依照刑法伫那8法案内底是会当判到1年的有期徒刑。除了这法案的争议以外，民进党团嘛批评讲，这法案拢无来逐条审查，甚至因嘛拢唔知影详细的内容，宣读是干那念临时修正动议的部分尔，根本就无公开通讲。而听这个法案经过领导期了后，韩国瑜立法院长韩国瑜是无过进行调业的协商，强硬就要来表决违反庭书。因那民众党这边黄国昌是强调，大法官的释字5月5号是已经有定明，立法院有调查权的，因指控民进党根本就无要讨论，干那是要阻碍议事尔。而且因讲，这个法案的文件伫咧顶礼拜5大抗争迄天确实是有印出来的，毋过是一直到暗时7点外才印出来，已经超过原底议庭的时间啊。另外来看到国民党的部分，因是指控民进党暴力冲撞主席台，因才按照规定用野手的方式来咧表决，才会引起争议。因嘛背回讲，因的法案内底民间的人士无包含着要追究刑责的部分，干那会罚钱尔。若是讲官员无照实来回答问题，才会依照刑法要来处理，嘛毋是由国会来审判。因若讲针对着国会的争议，台北律师公会是公开来表明，讲认为这是欠实质的讨论，而且无公告，甚至是用野手的来表决，违反着庭书的正义。即阵伫咧立法院的外口，嘛有真侪民间团体甲民众聚集伫遐，伫咧表达不满。咱今仔日来解判新闻，就讲到这，刷落来将镜头交转给主播。